再来带乡亲看精彩演出，这是云林国际舞戏节今仔正式来举行，连续办逐工拢大师级的布袋戏演出。今年嘛，也阁有真侪学校、社区家己来办布袋戏团，要来参与演出，主要是要来争取小金奖奖。将传统将客家故事搬上布袋戏的舞台，来自云林六轮国小小朋友，每一位学生认真表演，有的负责刻意的攀背。有的负责蓝布袋戏红仔，拢是靠着平时自家练习，才会徛上舞台来表演。如果你没有同心协力的话，这个就不会演得这么好。53%的学校都有这个课程，那21%的学校呢，一直延续的这10年一直延续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教学，所以呢，对于整个布袋戏的这个传承的这个教育的课程部分呢，是不断的在扩大。云林县文化处表示，布袋戏是云林上重要地方艺文特色。为着表布袋戏会当推广强化，自细汉培养过一学生介意布袋戏，目前全县超过50间学校有布袋戏的社团，趁着学四节来做出成果演出。另外，嘛有新生障碍重建协会，将新生拄着车祸的故事改编布袋戏演出，希望受到寡侪人的关怀。就是希望那个肇事者有同情心和爱心。然后要去更关心的人，这就是借由戏剧，让这些弱势团体、有自闭症的身心障碍者，让他们借由布袋戏一个桥梁走出来。今年国际学四节为8号正式开始，一连举办6天，每天嘛拢有大数级的布袋戏演出，希望透过学校社团布袋戏的新国展，将在地故事也是经历演出来。好布袋戏的文化继续来推广，记者为您报道。